6年以前，我一个人绑了一台相机，我行入每个的小村小镇，我收集市井小民的影像。10年前，跟我的音乐同好组成教练乐团，学习音乐创作，自己写歌，自己做音乐，从生活与工作中寻求创作灵感。我经归了我的故乡，我要行入我的土地，一起埋一好表情。真的好啊，我考试真的好啊。你光圈，我喺太后欣赏，我喺劳工样式，我喺正式劇。哦耶！我係音樂創作人，我係經營過師傅，我係李國斌，我愛一群，我嘅一號表情。那時候嚟新屋那些啊，土壤破壞，而且客家傳統以外，我沒有聽過那個客家人，那個少啦。你今年時候嚟，我請嘅土開人嘅身份啦，同佢嘅阿哥嚟開邊開成了慢仔啊。慢苗啊，慢苗啊，可能對嗰種土會嘅人有影響你啊，有冇個看法？我有寫一首歌哈，叫《捕魚歌》啦，可是討海生活其實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天暗暗，哦誒哦誒，風暗太，哦誒哦誒，爸爸沒有戲。怎麼敢轉去？天暗暗，哦誒哦誒，風暗太，哦誒哦誒，爸爸沒有戲。怎麼敢轉去？而且圖等你看那個澎湃哥，阿哥，澎湃哥，給我多，給我多。你好。因為都帶啲朋友啊，嗬，特別考來嘅，按過誒見面來從澎湃哥單嚟看啦，因為你有叫鰻魚啊、鰻苗嘅，可能。阿哥唔過先介紹下些馬祖廟、馬祖婆啊，你好嘛？哦，好啊。阿啲吼馬祖廟吼，就係喺盆港里，喺個隔壁康東里，台北里、三角里。所以話裡面係比較信仰中心，因為媽祖廟吼，因為我哋回孫啊，全部開土海聖法啊，喺媽祖婆咧非常係靈感啊，保護咗啲五面啊，所以講喺啲喺小村喺啲煙海嘅嘅裡面啊，全部按照講以啲媽祖婆為則做則嘅。真心上係寄託啦。正常係按太其實感覺安尼行到啲客家社區裏邊，信奉嘅安尼用馬祖做主要嘅神明嚟信奉安尼。以前就差唔多都人工啦、白工啦，嗰個有可能睇啲啊觀音一啲啦，嗰嗰啲有啲地方主要嘅信仰係都馬祖婆。係啊，要見面眼講完咯。見面啊，到嗬，其
条啊。所以讲，咱神父吼，今日全部都来拜条，叫做从犯太岁啦，所以讲吼，真多神父都去参拜。今日多幾日分開所有，或者有 sell 嘅。係啊，等下拜拜啊！我哋拜拜下來喲。今日中神哈，我波比啊，嚟睇下一些平安哈，平安順息。我对妈祖庙哦，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概念。不过我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一尊很大的那个妈祖，我是觉得有点被震撼到。你马祖庙吼，你土乡啊，就係19年前吼，咱做了土乡，你土乡吼有8人唱吼，有8人唱啊，八空人唱吼，所以講，你全部係用搶土做的啊。你马祖庙吼，你係講，你候選人呢，你叫精神上的寄托啦。刚好我们这个笨港里啊，都是客家人，所以都来这个地方拜妈祖，所以我们就先来到这个地方，那从这边当地的客家人的桃海人的信仰开始啊，我们开始去了解一下古曼庙的这些人的生活。哎，你们来了啊！阿公，你这样看起来全副武装哎！对啊，非常完整啊！而且我们要去古曼苗的那些装备啊，就像你现在身上穿的这个样子嘛。有点不一样啊。因为用的装备哈，冇共用啊。你的装备是会落下轻，所以讲为了用的装备。你按什么？你的做的是，你的。水落嘅水下淺啊，所以講呢度用嘅半套的就做得嚟好。呢條位第3台嘅我講嘅4台是昭和日據時代，目前有第4台、第5台嘅。你所以按不要做滿載嘅工具，工具哈。要都鋼誒，嗰是都水嘅位數吼，就按來嚟行，來嚟行，來嚟行，要徛好起來看，地位都有滿載嘛，有滿載是要做好起來。我唔知慢慢按人內嘅，原本相信個很類似像人嘅學蚵仔寮，就是維論一啲開膛。水啊，你所以个水啊，发水咩？但是因为很类似啊，呢。安东尼呢？来个海边夜市啊！海边夜市啊！阿哥，像一下冇看到我真是啊，差落水。我都了尾下去啦。咁可以當到人啲錢嚟啊。係啊，要啊，今日要拿要用下嘢嚟。係啊，用去卡嚟。好嘞。其实当下要踩下去的时候，我远远就已经看到了有很多灯嘛，在那晃来晃去，就感觉好像就是像海边夜市一样。我其实看到还蛮兴奋的啦，因为大家扫来扫去，不知道。就是很好奇，说古曼庙到底是什么样，在怎么做这样？看到嗰種係看唔到邊，無所適從。個嘅風又安泰，浪又安泰，幫上嘅啊，即你會嗰種會驚恐懼感。我咧上頭看好似冇跌到啊。泰哥啊，这边要看哪一个地方，你会觉得曼庙会很多啊？cái水較nhiều咧，米數較少啦。了不了？有沒有人懂你？係啊。仲飛梯嚟嗬。你多少呢條位成錢啊？啊？了不了？係啊，呢條位原水嘅米數。係。有人錢嘅米數都多嘅。我啲廟嘅吼，前位數，前有水流嘅位數，所以話都停有你行過人嚟啊。要跟着水流就對了。
哦，来吃康来运气用没有哈？哟，哦，风过太哦，空空的嘛个有冇？哎呀，看一下有没有？没有，好难抓哦！再加油！没有啊！有冇？有吗？感觉好像难度颇高呢。有唔是有那毛东西，而且老手那个就放出黑手汗，而且就是我都老毛东西啊，你看。韩国看到演都可以的示范给那种，就是可以式的包啊。欠满载也冇买新酒啦，哦，你因为佢嘅季节性啊，人烟秋冬3张眼的事件，哦，按其他事件哦，影响係做未冇啦，所以講完全以做滿載為主業哦，也做唔得啦，哦，嗰是哦大學生哦當副業啦，加減做啦，哦，下把你講最近拄到有嘅時間，人煙做技術話未冇埋問題啦。阿間講啊吼，存錢嗰不容易啊，有啲改行人改變逢一等嘅態，哦，這才有係來貴安部嘅，馬嘅毛哦，錢係快存嘅。哇！冇，哎了，小鱼儿，哎，有没有？哇，怎么办呢？社长怎么办？抓了那么久都没抓到。有张嘞。韩国人没满呢，没满啊，放生。拖了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很重。后来那个遇到庞太狗，他看到我拖的时候，哈，他发现我拖的方式不太对，啊，他说你要把渔网整个放到沙面上，然后直接就这样拖。我后来才知道说啊，原来是这样。他就跟我说，你就是往前拉，然后往后拉，往前拉，往后拉，然后就是这样来回跑。用拉的哦，拉的好。哦，来，你走。各位可以看来啱用嘅油慢慢。哎呦，所以开口，这个是你的秘密武器吗？嘿，睇，這個裝滿了用嘅，用滿用嘅，我按當面，我當面嘅，一滿仔都可以，應該是大鍋爐嘅時間，還是總多，就是落來。哦，就一直跑進來這邊，超實用的啦，不用像人這樣捕啊，5半天都沒有，有冇？冇看到嘞，冇看到。有看到一條，有一條啊，這個就是滿仔，好多條，嘿，好多條是不是？攞佢做好啲嚟，哇！我呢是一條的。你如果运气好的话，哦，那个抓起来不得了，可能一天有100-200条啊，哦，那我甚至还听说还可以抓到上千条的，还有人曾经还在那个晚上哦，一夜致富哦，买了一台宾士。30年前啊，哦，最多有達過7000人每嘅記錄啊，哦，2萬多人煙比人煙還少咧，哦，所以講哦，我感覺講哦，你大自然啊，絕對講可能係大自然破壞體啦，所以講2萬哦，嘅生態吼，全部哦老頭白冇窮咯，哦，咱滿載漁獲量哦。人煙比人煙少了。9點了啦，大概捕2個小時啊，8條。空空
捡到烟屁股啊，对啊，把它收起来，环保啊。继续。哎，又是乌鱼啊！妈嘅，我真是个辛苦。啊，先生啊！我抓到了！哦，张苗， 2条啊！这该呀！哇！快！辛苦那么久，你看，哦，哎呀，两个，你看，哦，有，你看到吗？你讲什么？你看，张苗，真的，你看，哎，一条两 A 啊，六，呀，花了3个小时，我们才抓到2条，终于抓到了！哦，那运气没啥，哦，哎，总个涨掉了，妈嘅，有冇看到？要前进说嘞，哦，没水哦。总之啊，最后只抓到2条了。对啊，一直以为应该不难吧，这样，对啊，应该也不会差到2条啊。对啊，至少来个10条吧。对，就还是就是抓到最后还是只有2条。对啊。我们今天你捕到1条，我们也捕到2条，我们1人1条啊。你好像也2条啦。我哋这给安布拉吼，你啊个成绩吼，算算亲我哋啦，亲我哋。你都规划想象中，你都平常规划是个鳗鱼饭，冇咁啊东西，叫鳗鱼，很常的牛锅肉叫鳗鱼苗。唉，不吃。用吃没讲过生气，用吃就真的是过无奈了。哎，相信也嘛甘之如，唔系冇讲甘之如饴啦，也嘛提供也还的一种过年的方式，就刚刚没一种没开玩笑的事情，没可能啲高水用的就拖沙拖来拖，冇说呢，就对人讲其实也是过年的一种方式。哎，先生，哦，那个昨天彭里长说，这边我们抓到了鳗苗，可以去找有一个姓许的许大哥，许太狗啦。哦，这边老鬼安不会就要2只。现在就问题是，现在只是抓2条，不知道真的可不可以卖给他？应该对的啦，至少我人都量得偏懂啦。啊，那你就去试试看。来吃看会了。到底是多少钱呢1条啊？许太狗哈，许太狗你好。啊，所以有老多2米。不错。啊，今天吗？那徐大哥，请问一下，这样2条多少钱啊？1条要57块。哎，安尼哦，买片都蛮多的，啊，老2-3點鐘安尼，安辛苦安尼，没經驗都冇做。哎呀，572條，1條才100多塊啊，換來的錢哦，只能剛好買那個勞工喝的飲料。老公，交給你了啊，謝謝。哎，有啲用嘅，都籌標部看到嗰種綁起嚟嘅東西安尼吼，對。要拖起嚟啊咪？係啊，你用拖嘅苗嘅。哦，從籌標部然後用搞個木桶用嚟。冇買咁樣啊，也有種嘅你做嘅做。係，係啦，籌標部做嘅咩？也做嗰種做嘅。誒，難做。要做慢咩？看下踩到咯。蠻妙啊！手唔大眼寬。哎，差唔多。你要是可以，你慢慢烧呢。哦，慢慢。大哥，请问一下，你这个是昨天抓的吗2天。 2天哦，也是晚上哦。对，都晚上。那你1天都抓几个小时啊？3个小时吧。哇，3个小时。这个只有。其实那时候我也很好奇啊，就是这个鳗苗是从哪里来的？我也是有问他嘛，他说哦，这个问题哦，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有听到一个传说啦，传说说什么啊，那个只要毛蟹哦到那个海边哦，它去产卵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就有鳗苗，所以呢就有人说，那个其实那个鳗苗哦就是螃蟹的卵出来的，然后好像没有人去证实。那是一种什么个东西啊？你说呀？也是的。
有些对，有些对，哎，也对哦。有时啦哈，泰国啊，两位太条的哦。太条，吃什么饲料？也就是兄弟早上个其他冇饲料，咁样这乖乖乖乖。冇不会东西啊。合作合作。好八股。哎呀，哎呀呀呀呀！同心协力还是溜掉。梁上虎決定係做人窩嘅，因為買這個會貴上虎哩。不過一兩比是，貴上虎啊，梁佢係因為這個想去做某事情，啊，連梁嘅命嘅係你比較過身法，佢哋唔係講強從嘅事啊，你都看到啲嘢種嘅，冇最多都唔會出到，啊，我看也需要些關鍵一些中醫嘅。不管看金水機嘛，係用出嚟叫屬於是變形，就是骨節安尼。因為各啥做冇空裝啊，做少。安尼一條做好做幾位啊？也大概是像兩人用，像兩人用。一个人吗？一个人做的话，一啥做啊？一啥做差不多半日咯一條，不，一個下午。冇等我做啦，咁係。第二頓我靠功夫嘅。把你做出來，我怕做幾禮拜都把它做唔出來。一拳，兩拳，一綁拳咯。一綁拳啊，唔係做題啊。三拳，五拳咯咩？嘅。四拳，五拳。嘅。明白。也係，咁樣嘅嚇。我係成就感的，人對人係賣命，按我講，我係命哈，做唔會傷人，哈，我係是感覺講心理上動退的，唔會本人想講你嘅命做唔好，我係感覺我這個也傷人哈，真過傷。在修補那個蠻苗的漁網的時候，準備要收線，然後徐大哥就過來了，他就說啊，你這個收線我來收，這樣。然後當他的手一抓到那個網子的時候，我看到他的那個手啊，準備要收線的時候，那個手哦都是繭啊，我就說哦，我可以摸摸看嗎？這樣我就後來摸了一下，他整隻手都是很粗的，然後皮膚是比較裂開的。困難哦，困難了，我覺得做這個笨手笨腳的，感覺還是回在那個海邊夜市那邊。好像還比較簡單一點。咁我不勞力啊，是做勞力的。跟徐大哥哦。一起到他的那個定制漁網那邊去看看有沒有魚啊在網上，然後要把它帶回家這樣。所以見我當然來命嘅，我15嘅嗬。你看點命係對啊？點命都係啊。今日看到命係冇買有垃圾啊。所以命按太強，我吞了太硬嘅你。這你看你還沒有沒做到啊？還是沒做到？所以我不用上上啊。也係三層啊要嘛。3層啊你好。沒辦法，有看到嘅就嘢。哦，要個等下一樣呢？嗰種沙包。見到你拖到係去條嗰一樣呢？係啊，見拖嚟撈嘢。哦啊，阿哥，啊，這麼該這個漁網要拉到這個上面這邊。對啊，這邊都乾乾的啊，沒有水。漲潮就哦流水了，就是流水了。魚還沒有流放進，對不對？這就是寬力了呀。這個浮標就，按這樣子啊，魚就絕對沒破的。哦，是的。我冇看到嘅離海線一尺咩一樣嘅，我冇辦法想象得到，所以我比佢算淺，係個算尺咩地方啊？唔過嘅冇那都一種名，冇那都一種名嘅。等到
老多会多提升，因为很多那种塑胶的东西，讨海人的生活，民国没捡垃圾的生活那样抽。哇，塑胶，试试看塑胶好不好剥嘛？不好剥啊。啊，所以说很多人来海边玩啊，垃圾不这么会啊，塑胶弄到渔网啊，就弄到渔网不太好剥了。冇相干，那么相关了。因为它会唔会有塑料垃圾。嘿，这个又让我有一点那个，就是环保的那个感性的那个感觉啊，又被激发出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尽量不要去破坏这些环境和生态。还有我们那个时候桶子啊，我还有拍照哦，那整个桶子都是垃圾，环境真的是需要大家去维护。啊，泰哥啊，你这个渔网架在这边是已经固定好，就在这个地方吗？固定好啊，哦，固定好，这很多人放都是个人有固定的地方啊。这个渔网，太用后天呐，没有蒙啊，后天都蒙的哈。水挺香呢。哦耶，渔网勾到我的脚了，看到没有？耶，用的哦。哦，我的脚被网勾到。哦，完蛋了！它声音的叫，冇掉到喵呀。金星梨，对耶，是香卤诶，香卤啊，黑毛，今年有看到呀，怎么样啊？哎，你要福利啊！很久都没有抓到，我早上抓一条，准备要装卤诶，对，也没用诶。你说这种鱼哦，对，很久没抓到了，很久没抓到，啊，今天连抓两次，你看，哦，早上一条，现在一条，够大吗？太美嘛！做咪冇辦法想象迄種係今日係你科學來示範嗰種工作嘅那種係你我用嘅歌。有件事情從來冇想過。安迪啊，我捌個好辛苦，捌個好做。而且每條下，遐沙飛啊，我捌個當好做。啊，大好美幸，從到有美幸福長有現場，冇幸福美，冇講當好緊啊！啊，因為我安個當蠻少個，因為。家庭到按上班嚟過啊，按之一啊，但係因為用係後生係要上班嘅啊，當做得啦。叫下，做事沒有我手少。哎呀，啊，應該。因為定制漁網是固定擺在那，凌晨4點到5點的時候去海邊收一次。然後呢，到了下午4點5點的時候又去收一次。雖然這些工作大部分都是付出勞力的，可是他的思考，我覺得他是正面的。做這些事情他沒有抱怨啊。他這個人也70幾歲了吧。然後呢，他的那個做事的態度跟年輕人一樣，很熱血。这里的风景真的不错，这里的人情味实在很浓，认真在工作中快乐的过，用你最棒的表情享受生活，呀，跟那个玩表情，呀呼，呀，跟那个玩表情。呀，跟他们玩表情，呀，跟他们玩表情。这边就是打造了绿色隧道嘛，然后呢，带动了这边的观光的事业。对，那所以呢，也有很多捕鳗苗的那些付出劳力的劳工也有这个机会变成白天他也可以做脚踏车的事业这样。跟他们玩表情，呀呼！跟他们玩表情，呀，呀呼！
眼睛那不玩表情。哎耶耶，呜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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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哎，这里，哎，哦，起很久的，係咪？我跟你講，吼，迄尾看看有冇個面子嘛，看拿了。面子？哎，这边怎么会有面子？你都還會情況啦？假的啊！來，哎，老師，天影啊！哦，二本炒係嘛？咩？哎，有蝦哥，蝦哥，阿達，嚇，啱叫我看到啦，哎，冇講你蝦，我重點都冇嚟嚇。啊，佢面無限，冇蝦一蝦先嚟啊！阿達冇能夠，哎，阿哥，哦，好久冇看到我，係啊，係。帶你朋友從台北來嘅，哦，有他講，你好，有接力啊，哦，這裡係這裡，反正來了不了哈。係啊，帶你來是看到海邊，然後本來講情，你冇行啊，加茶一起一看，我跳下一樣嘅啦，係哈，個神誕嘅就哈，聽講伊去順就有5號色啦，係哈，哦，用喺嗰下嗬做個該做事情，嗬從口海為生，然後建築啲做咩？我他做在唔會做理事長啦。冇下啊！點解我做我拖去做啊？這神法嘛，是吧？以前有沒有做過村長係咪？村長咧，拖去以前唔會啦。係我明你講。從細做拖去嚟啦，做嚟啦，從細啊。哦，難過咧。拖去識拖嘛？係啦。咁唔見咩下都啲冇係乜東西啊？係去表面嘅啦。表面嘅。按不是說我去做漫才啦。係嗬。又喺我看下等下嚟看下也用喎。哦，做漫才係嘛？誒。做對啦。啱啱向下落去啊！哈。啱就我慢慢講下用嘅狀況啦。好啊。我們後來跟永泰狗一起去他定制漁網捕鰻苗的地方，在那個永安漁港旁邊的一個海水的出水口的地方，在這個中間哦，它有一個鰻苗的區塊是屬於它的，它有設置了3個定制漁網。亞洲人來做唔知嘅味素，好嚟看啦，哈，好嘞，來，你好，好，咁我先看一下，我先睇一下，好，呀。永泰狗，你的漁網在哪邊？就這個就是我的哈。哦，你做我做唔知苗嘅哈。嘿。而家個睇人講我嚟做嗰種豬排那有賣苗奇怪啊！你們冇那種養育場啊？怎麼養？那人家是兄弟還是會養客人家的，就怪冇練一類。他生意了啦，要殺條哈。哦，殺條。哎呀，你做做開啦，你梅啊哈。嘿。伊個慢仔來，你水來就啊。伊來了，水乾落你地尾度來哈。乾你慢仔伊落了地尾度來。哦，愛啲。哦。你所用嘅，你我拖起來，你啊，哈，一苗妹咧拖起來，一苗拖起來哈，繼續唔會走伊。鰻苗進來這邊就不會跑掉了。坑從幾多開啊？你文仔你淹乜來嚟嗬？文仔係基本落嚟到地尾度啦。那個，所以現在這個潮汐的這個水位。現在啊，你睇出漲潮，如果水漲落嚟，開始行嚟嗬。你下解下很黏條嘅，哦，你做變唔使，唔使就落地尾度啦。哦，咁你愛等下叫啊？
所以我们现在要检查每一个地方。要来检查好嘞，你要说等哦，选择等。去的时候呢，跟我们在那个海边夜市的感觉不太一样，它就是要站在竹筏上嘛然后呢沿着线一直拉拖，然后拖到每一个定置渔网的网尾，在网尾那边呢收鳗苗这样。所以呢，他这个一个晚上的时间他就是一直在轮流做这件事情，然后看里面有多少。你点要录，你就在倒起啊，嘿，倒起哇，落去再落，你再出啦。哦，按对吧？好，你流动线哦。要进来线。那个那趟我都听你讲你上次说抓7000多条就在这里嘛？对，7、8千条都这边，连抓3天哈。跟下嚟咁好。你摸下伊有水緊嚟咧。唔怕，行下嚟咧。唔得，牙子會叫我唔怕。好，我陪你下去。係啊，好似用嘅。做乜塞條出㗎啦？從上條你要聲音條。咁我有陣時佢對近嚟就佢先佢照顧啊，佢講啊，有乜嘅，雖然講水土嚟講，佢唔係冇咁低啦，都做另外一種嘅溫暖。好，這樣子哈。這樣子哦。多啲位來哈。好，你爽到要照睇伊哦，你綁咧。唔過嚟，唔使嚟講。我要裝咧，唔過去，我標本看啦哈。笨手笨腳。唔，你行橋哈。喲，你行橋用嚟啊？妙嘞！一下，这有那种的哦。哦，你有啊？有看到吗？有哦，可以哈了哈，你看了哈？两条不？两条，两条，这个错面。聪明的，兩咪幾點2點鐘2條，然後20分鐘2條。漫才哈，俺就做生意的这是可以做啊。特别漫才冇從你阿英做，水饺就有漫才的，所以做個拉漫才就有了。特别做漫才哈，講正經啊，嗰係死嘅東西啊，總係你名一落去，總係流水落。無時流水落，因就咧拼，裝緊啦，還冇乜個技巧啦。可能係會人風嘅用口味當去天火料。只有2條。是我下班咧，很啱嘅，你覺唔覺？今年經濟不好，沒有病死啊。沒有6000條啊！太少呀，只有6、7條。到底什麼時候才要回家去？當場就回家。OK， 好看。阿哥，入去永安渔港的餐廳咯。對，有即係歡迎下主廚嘅，然後有一陣講好嘅，有一陣講好。按槍嘅。老闆娘，哎呦，老闆娘，哎，阿婆，你好，你好，改鄉里呀，改街里呀，哦，而且渔會料理冠軍哦。對呀，吳世陽頒獎有啦。牌啊！做了30年了，要比12年呢。就自家有船啊，就出去釣魚的啊，釣咗人自家賣啊，這樣啊。我們有烏魚，那有那哎呀，我慢慢講。好的。
很讲做菜啊。哦，好，爱煮，师傅来哟。啊，那边海瓜子哦。对，海瓜子。对，先生。啊？哎，你有没有想要做几道菜？哦，要想吗？要吗？啊？哦。唔拉，系啦。哦。系拉喎。拉嚟，好啦。做咩啊？而家咧好多新鮮嘅點啊，好聽同人新鮮咧。同開閘哦。係啊，睇咗。我演用嘢啊？啊？我用炒。炒手沖茶。我講係炒。好，師傅會炒哈。我以前不會灌啊啦，那個還會砂鍋啊你啊，我不會大鍋咧，那個炒下衣啊，點啊？係攞嚟係，都係下嘢。哦。嗰邊好有哎，要我開火熄火，吧。開火個炒嘅呐，啊我講下呢，你冇咯？做對係，做對。仲唔叫？哎，你買緊菜啊？麻油啊，麻油啊！哦，这个大概放了多少麻油啊？哦，很香呢。这商业机密，都有广告。我想学啊。商业机密，让人外國後面兩張碟啊！哎，功夫暗哦，当前的人。阿媽有練過。阿媽年輕做啊，做肉嘞，就想做肉嘞。来，都很好吃的。真啊！哦，是吗？可能我只用。哦。还有最后一个手续吧，哈。来，还有一点。哦，好吃啊！重点是，来啊！要是我，这个是我女婿。我还有事情，好，给他当女婿。好，谢谢大家，大家好。亮哥好，大家好，师姐好，你好，认识你，都是朋友，不错，你好，尝鲜，谢谢，请坐，坐，好，坐，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就是家里平常的料理啦。有咧，頭毛都用落嚟咯。塔玛豆就是我们这本地种的，一般在北部呢种番茄哈，难度会比较高，多湿很冷。啊，但是冷的番茄哈，它的皮比较薄哦，所以说借这个机会，我们也是要介绍我们本地的特产嘛。那个，啊，所以你的鱼都卖来这边吗？他做什么鱼，我卖什么鱼啊？最好呀！不好意思了，试看看啊。哎，有啲賣炒嘅呢，係我仲喺咩炒？海瓜子啦，海瓜子是炒啊！四姐自己炒的啊，我试试看。我也要炒一個哦。可以嗎？你睇啊！你唱啊！花钱，一定好吃。唱一首歌送给你们的好不好？谢谢。哇，谢谢啊。2、3、4，天暗暗，哦喂，風暗太，哦喂，爸爸牛嘅戲，做乜嘅唔轉戲？天暗暗，食個蝦呀！我講風暗太，哦喂，爸爸牛嘅戲，做對嘛？好來哦，1、2、3、4，天暗暗，哦喂，風暗太，哦喂，爸爸牛嘅戲。做乜嘅唔轉戲？天暗暗，風暗太，爸爸牛嘅戲，做乜嘅唔轉戲？8分，我做啲講10分。
打8分了。10分。爱个 number one 表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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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个 number one 表情。